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国防部公布，昨中国又阁有30座军机、8架军舰伫咧台海的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。另外，昨阁有一架中国的渔船伫台中港的外海和咱海军的中号南收拢。这敢是要监控咱海军的操演？国防部长郭立雄讲，这只是单独一只渔船要试探、要监视，应该是无啥可能。 透早金门炮声就真大声，金防部烈士守备大队214太武操演，出动战甲车向海面实弹射击，强化国军的防卫能力，吸引不少民众甲军事迷来翕相。 因为中共持续对台威胁，国防部公布27归工，查到30台强机、8架强舰，也有一架中共公务船，伫台海周边进行联合战备警巡，其中也有一台无人机宽台一连，挑战的意思真重。 前一天，咱海军2车登陆舰、中号舰，也搁伫台中港外海，甲中国的渔船煞相挨。中方渔船扣人质疑是假掠鱼的名义，监控咱方海强操演。咱国防部长郭立雄认为，可能性无悬。中国可能的一些监视作为，我们都有这个预应的方案哦。单单的一艘渔船说要来达成我们相关的一些监视，然后能够了解我们的。 相关操演的这些状况，然后能够掌握我们的这个活动，我想这应该不太可能了。国台办说我们这是恶劣行径，他们谴责。我想国台办一向讲话就是这个样子。 无对国台办的动作，郭立雄讲，相关操演活动也是会进行。小 A 的调查责任已经请海巡搜证调查。最近中国国台办设置台独打手举报的专栏，甲内政部长刘世峰等11个人列做头一号名单。对这件代志，刘世峰强硬回应：国台办的朋友啊，对我们的官员很没有礼貌哈。 因为我的正式的头衔叫中华民国内政部长，那同时呢，我也看到了包括行政、立法、司法3个部门里面的人都有列进去，那表示说他间接承认台湾有行政、立法、司法，那这不是一个国家主权应该有的象征吗？ 若是4楼的绿皮梦清爷爷扣人废止居留许可，转去中国了后，外界也关心伊敢有法度以团圆探亲这个名义申请来台呢？刘世峰搁再声明，无要针对个案来评估，若是有申请，就依法处理。若是对另外2个必须爱伫30日进前离境的绿皮梦清、小美甲温琪，同款爱按照移民署的规定执行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